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政府明年要来开放着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饲猪的业者真不满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最近是无闲到各县市去按答。其实这农委会主委陈吉仲8年前阁是一个学者的时阵，嘛真反对开放进口哦。所以人即摆讲伊是反其反倒。陈吉仲讲，伊对一切批评拢接受。我是饲猪。我当去大汉甲读册，我有可能做任何一个决定，伤害到所有的全国7000户的养猪户。超工用台语向猪农讲话，但是开放3肉精美国猪肉来台湾已经定案，各地猪农都有反对的声音。我们养猪里面还是有一些面对的这些空污、水污的问题。那改善现代化的畜事社，我想是当务之急。讲要甲行政院阁争取100亿来甲猪农斗3工，但是2012年3肉精美国猪肉进口，就差甲用要并过。迄阵啊，阁是学者的陈吉仲，伊嘛大声反对。即马变成是农委会主委煞全力支持，有人讲伊反其反倒。这个国家里面最大的利益。跟农业部门才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关心。那我个人愿意接受所有外界对这件事情对我的指责或者是批评，我都很乐意接受。陈吉仲讲，未来一定会注意散装和包装的食品标识，互民众会当更加了解猪肉的产地和来源。但是美国猪肉较俗，猪农真烦恼。陈吉仲伊做有信心的，邓行卡挂保证。我刚才已经有讲，主客观都不可能会发生所谓的猪价崩盘这件事情。谢谢。